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卫福部医福会执行长王必胜接受到媒体采访的时阵讲，甲高雄、甲桃园比起来，这个双北市要叫地区病院甲大型的教学病院来配合，是叫较袂叮当，就要透过中央来协调。讲这话是互双北市长真生气哦。双北市长侯友宜痛骂中央，讲卖日大家当努力在冲的时阵泼冷水。台北市长高文特是认为讲。王必胜袂讲这种话，讲这是典型的民进党的新闻，出代志就先把责任撒互别人。王必胜伫个面册是来澄清，讲伊是希望讲地方政府平常时都爱甲医疗院所保持良好的关系，但是伊并无特别点名是倒一个县市。逐工做 PCR 体检的人排有够长，双北地区确诊的人有够侪。卫福部医福会执行长王必胜接受媒体采访时讲一句：双北无多指挥地区病院甲大型的教学病院，敢若我靠市联体系伫遐处理，和双北的市长挡袂牢。我真的听了，我非常的难过。CDC 用这样的话语，伤了我们第一线工作同仁的心，你叫我们情何以堪啊？那个就是典型的民进党的新闻来的，先把责任推给别人。我不认为王必胜会讲这种话，真的。侯友宜讲，无迄个叫袂叮当的代志，第一线医护人员敢若责怪家己做了无够好，若是中央无愿意承担过失，伊会家己承担，有功劳会互其赞。王必胜日前随写文章澄清讲，伊的意思是，地方政府平常时就应该甲辖区各医疗院所保持良好的关系。要有实务的合作经验，需要时才会当发挥良好的效率，并无特别讲是倒一个县市。最后嘛，甲北基桃化工，伫这波疫情下拢真辛苦，爱做伙奋斗落去。我们希望中央的步调要倾听人民的声音，了解人民的痛苦所在，就是人民不断的埋怨痛苦，所以我们希望的是居隔转型。虽然王必胜出面指挥，不过毕竟这个疫情的高峰期还未到，第一线医护人员大家接无用、这辛苦的同时，一句误解话有可能去伤到大家的心。我是吴依璇，想要跟我一起看新闻吗？现在就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下订阅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